準備好送飯未啊？準備好。停居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山行杜牧。咦？點解你突然間喺度吟詩作對嘅？你唔覺得每逢秋天一到，滿山遍野嘅楓葉好靚同埋好吸引人咩？就連杜牧都覺得楓葉更勝於2月盛開嘅花啊！講得冇錯啊！楓葉由清潔嘅綠色慢慢變成溫暖嘅黃色，再到熱情嘅紅色，呢一種轉變就好似楓葉嘅花語一樣，代表住調和、美麗嘅變化同埋重要嘅回憶。日本由古到今就有一個稱為紅葉狩 Momiji-狩嘅活動。每逢秋天，日本人就會走入山野園林之間，欣賞漫天嘅楓葉。同埋日本有一樣叫做楓葉天婦羅嘅嘢，唔知你有食過未呢？哇！楓葉天婦羅咩嚟㗎？咩嚟㗎？好唔好食㗎？好似好吸引咁喎。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唔同有關楓葉嘅話題啦。點解楓葉會由綠色變成紅色？點解有楓葉天婦羅？自古以嚟嘅人又點解會被楓葉吸引住？同埋點解楓葉會成為加拿大嘅象徵呢？楓樹屬於無患子目，敕樹科，敕樹屬。全球就有超過120種唔同種類嘅楓樹。楓樹楓葉最顯著嘅特徵就係佢哋獨特嘅葉形，通常係掌狀分裂，有3至9塊裂片，葉邊可能有鋸齒。而大家都可能唔知道楓樹其實係會開花㗎，佢哋嘅開花期喺春天，一般喺3月至到5月。楓樹嘅花朵通常都好細嘅，多數係紅色同埋黃綠色。你睇下呢啲就係楓樹嘅花啦。其實楓樹嘅花都好靚㗎。哇，好靚啊！等我春天嘅時候留意下先。喺秋天，楓葉就會由綠色轉成紅色、橙色或者黃色，營造出壯觀嘅秋季景色。而加拿大同日本都係出咗名欣賞楓葉嘅國家。唐楓就係加拿大最出名嘅楓樹之一，佢哋嘅葉片係典型嘅5列掌狀葉，秋天嘅時候會呈現出鮮豔嘅橙紅色。我哋喺加拿大好多時候見到嘅就係唐楓嘅楓葉啦。糖楓亦都係製作楓糖漿嘅主要來源。相傳第一個發現楓糖嘅人就係喺加拿大當其時嘅原住民，佢哋用斧頭劈樹嘅時候就意外發現楓糖樹會流出一啲甜甜地嘅汁液。時至今日，人類就會喺楓糖樹上面鑽孔，插入管道，然後收集樹液。收集到嘅樹液會被煮滾濃縮，變成市面上我哋能夠買得到嘅楓糖漿啦。大概每40公升嘅樹液就可以製作成1公升嘅楓糖漿。加拿大係楓糖漿嘅製造大國，佔全球80% 嘅楓糖漿出口。正正就係因為隨處可見嘅楓葉同埋楓糖漿為加拿大帶嚟巨大嘅經濟效益，所以加拿大國旗上面嘅楓葉就係唐楓嘅葉啦。喺日本常見嘅楓葉就係雞爪敕，可以喺京都市嘅琉璃光縣、愛知縣嘅香南溪或者大分縣嘅九重連山見到佢哋嘅蹤影。雞爪敕嘅葉形好優美，佢嘅裂片又細又長又尖，好似雞爪咁樣。因為佢嘅葉片好薄，所以可以喺葉片中睇到透過嘅陽光。葉片交錯相疊，形成多層次嘅美感。除咗雞爪敕之外，仲有山紅葉、色木敕、唐楓等等。如果想去日本欣賞最靚嘅楓葉，就要密切留意住佢哋轉色嘅時間。簡單嚟講，日本嘅紅葉季通常都係由10月中旬開始，一路向南蔓延，直到12月初左右結束。
率先登場嘅係北海道，大約喺10月中旬到下旬。北海道嘅山林會率先披上紅裝，係追求第一抹秋色嘅最佳去處。然後係漸入佳境嘅東北地區，好似青森、秋田等等嘅地方，紅葉會喺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達到高峰。然後就到萬眾矚目嘅關東地區，包括繁華嘅東京、寧靜嘅箱根、古樸嘅日光等地。最佳嘅觀賞期通常都喺11月中旬到下旬，可以喺都市入面都感受到秋意。接住落嚟係色彩斑斕嘅中部地區，橫跨咗日本中部嘅山區，例如名古屋、高山、白川鄉等地。紅葉會喺11月上旬到下旬綻放，喺高山地區更加可以欣賞到壯闊嘅紅葉景觀。之後就係關西地區，包括京都、大阪、奈良等等嘅古都，呢度嘅紅葉往往最受歡迎。最佳嘅觀賞期大概喺11月中旬到12月初，神社與紅葉交織，充滿住詩情畫意。最後就係四國同埋九州地區，呢啲較為溫暖嘅地區，紅葉期會稍為遲啲，大概喺11月下旬去到12月初，俾你有更加多嘅時間可以捉緊秋天嘅尾巴。大家又知唔知道點解楓葉會由綠色轉成紅色或者橙色嘅呢？其實喺楓葉入面隱藏住4種神奇嘅顏料。佢哋嘅顏色邊一種佔上風，就會決定住葉片係乜嘢嘅顏色。等我哋嚟認識一下佢哋啦。首先，綠色係代表葉綠素，佢哋係植物進行光合作用嘅主角，幫植物製造養分，所以平時嘅葉片都係綠油油嘅。黃色就係葉黃素同埋胡蘿蔔素。佢哋作為光合作用嘅輔助色素，會參與光合作用，吸收葉綠素吸收唔到嘅唔同波長嘅光。至於嗰啲火紅嘅顏色，就係花青素啦。佢哋好似植物專屬嘅防曬霜，幫助葉片抵擋紫外線傷害，同時亦都係打造秋天紅葉嘅關鍵角色。平時啲葉之所以係綠色，就係因為葉綠素嘅力量太過強大啦。佢哋好似大佬咁遮蓋咗其他顏料嘅色彩，所以你淨係睇到綠色。但係當秋天嚟到嘅時候，天氣開始轉涼，空氣又變得乾燥，呢啲樹仔就開始為過冬做好準備啦。佢哋會諗點樣用最少嘅水分同埋營養捱過寒冬，所以佢哋就開始放棄啲葉啦。當樹木停止供應水分同埋養分俾葉嘅時候，原本綠色嘅葉綠素就會開始褪色同埋分解，佢哋嘅力量就會開始減弱，綠色大佬就會讓位啦。咁當綠色褪去之後，原本存在住葉黃素同埋胡蘿蔔素嘅黃色就會顯現出嚟，呢一個就係我哋見到黃色秋葉嘅真正面目啦。係咪好神奇呢？至於啲紅葉就更加得意啦，除咗葉綠素褪色呢一個機制之外，喺楓葉裏面仲會因為光合作用而產生糖分，而呢啲糖分會慢慢喺葉片入面累積。當呢啲糖分暴露喺陽光嘅紫外線之下，佢哋就會變成紅色嘅花青素啦。哇！原本嘅糖分竟然可以變成咁鮮豔嘅紅色，真係好似變魔術咁啊！唔通因為我好鍾意食糖，所以我都係紅色嘅？除咗楓葉咁吸引人嘅顏色之外，你又知唔知道點解自古以嚟嘅人都會被楓葉吸引住呢？難我唔到，等我講俾大家聽啦。喺日本嘅文化之中，有一種獨特而深邃嘅美學概念，叫做物哀 （mono no aware）。呢種美學並唔單純係感慨，而係一種對生命無常嘅深刻體會，同時亦都包括咗對短暫美麗嘅欣賞。例如，當你望住盛開嘅櫻花，心入面或者會泛起一絲嘅惆悵，因為你知道呢一份燦爛只係曇花一現。同樣，秋天嘅楓葉由綠轉紅，然後飄落，亦都提醒住我哋時間嘅流逝同埋生命嘅脆弱。
江戶時代嘅思想家本居宣長曾經提出，知物之心代表對萬物嘅認知，而物之哀就係對其短暫美麗所產生嘅感傷。呢個理念可以追溯至平安時代，並喺源氏物語入面表現得淋漓盡致。物哀並唔等同於純粹嘅悲傷，而係一種交織住喜怒哀樂、溫柔而且細膩嘅情感，令人喺欣賞美麗之時，亦都可以體會到世事變遷、人生如夢，從而更加珍惜當下。當我哋欣賞秋葉飄落、櫻花滿開嘅時候，呢種情感會牽動移情作用，令內心嘅情感投射到呢一刻嘅景象之上，從而產生更深層次嘅共鳴。呢種對無常之美嘅體悟，並唔只存在於古代，而係滲透喺現代日本人嘅生活之中。無論係賞櫻、賞楓、茶道、和歌，甚至歌劇，都承載住物哀嘅精神，將呢份淡然而深遠嘅美學一直延續至今。喺今日呢一個咁快節奏嘅社會，物哀依然有住深遠嘅意義。佢提醒我哋停一停，諗一諗，去欣賞生活中嗰啲短暫即逝但充滿韻味嘅美好，例如窗外淅瀝嘅雨聲，黃昏時分染紅天邊嘅霞光，甚至係陌生人不經意流露出嘅一絲微笑。正因為一切都轉瞬即逝，更先值得珍惜。而喺日本就有一款獨特嘅小食楓葉天婦羅，正正體驗物哀呢一種細膩而深邃嘅美學。好想食啊！快啲講嚟聽下。楓葉天婦羅 Momiji Tempura 係一種擁有超過1300年歷史嘅日本傳統小食，尤其喺大阪嘅箕面市最為出名。呢一款點心相當特別，係用真正嘅楓葉製成，將新鮮嘅楓葉用麵糊包住，然後再炸到金黃鬆脆。唔單止係口感酥脆，外觀亦都相當吸引，簡直就係將秋天嘅美麗凝聚於喺一口之間啊！或者可以咁樣理解，當我哋欣賞漫山遍野嘅紅葉，會被其絢麗嘅美色所打動，同時亦都意識到呢一種美麗嘅短暫。將楓葉製成天婦羅，並且將佢食落肚，某程度上都係可以睇作住將呢一份短暫美麗融入自身，以一種更加直接同埋深刻嘅方式去體驗同埋感受秋天嘅物哀。雖然食咗呢啲咁靚嘅紅葉好似有啲可惜，但係正正就係一種物哀嘅體驗，接受事物嘅流逝，並且喺流逝之中尋找同欣賞其獨特嘅價值。紅葉天婦羅提供咗一種獨特嘅方式，等我哋可以喺品嘗美食嘅同時，亦都可以體會到日本文化之中深層次嘅自然觀同埋情感觀。但係啲葉會唔會好苦㗎？唔會啊，其實用嚟炸天婦羅嘅楓葉係專門種植嘅，而且會用鹽醃漬至少1年，去除苦味，等佢哋有淡淡嘅甜香味。炸完之後再灑上一啲鹽或者糖，又香又脆，完全唔會覺得苦㗎，反而仲會有種細味嘅甜美味道添。咁神奇，原來紅葉唔單止可以攞嚟睇，仲可以攞嚟食添啊！同時亦都係一種物哀嘅體驗。冇錯啊，我今日就帶咗好多楓葉天婦羅嚟啊，我哋一齊食啦！好，咁我哋開飯啦！